真正嘅奢華就係將別墅嘅空間攤平咁放喺同一層裏邊。今日就同大家解鎖超級豪宅題內一間發展商全新加推帶有精裝修嘅4000尺大平層，真正做到拎包入住，一齊跟我嚟現場感受一下。豪宅標配嘅設計，一個極為闊落嘅私人電梯大堂就一定唔少得。一出電梯咧，已經有一個充足嘅空間過渡，而最貼心嘅位置咧，就係電梯大堂旁邊咧，特別設有一個極為闊落嘅入門衣帽間，設計咧非常之貼心而且實用。推開大門步入單位咧，空間就自然分為兩大嘅區域。首先左手邊就係客廳嘅部分，採用超級巨大嘅大橫廳設計，大面積嘅落地大玻璃窗引入充足嘅自然光，成個空間咧顯得非常之通透舒服。整體嘅裝修咧以輕奢嘅風格做主調，設計咧簡約大方之餘，亦都兼顧到實用性，配合造型獨特嘅燈飾設計，用簡單利落嘅線條勾畫出成個空間嘅輪廓，營造出柔和而且好富層次感嘅光感效果。客廳外面咧仲連有一個好寬敞嘅露台，景觀極為開揚。左邊係翠綠嘅獅子山，右手邊咧仲可以遠望東九龍嘅海景，城市同自然嘅景致咧融為一體。日頭同夜晚咧都會有唔同層次嘅景色。另一邊咧就係飯廳嘅區域，同樣空間感十足，可以輕鬆擺放到10至12人嘅大餐台，無論家庭聚會或者款待親朋好友，都顯得非常之得體。飯廳嘅旁邊呢，就係廚房同工人套房嘅位置，設計非常之實用。呢個廚房呢，直頭係達到餐館級嘅配備，全套德國嘅名牌家電爐具，亦都特別加入咗恒溫嘅室內蔬菜種植機，兼顧到健康嘅生活品味，將日常嘅烹調提升到去另外一個層次。再穿過一個非常闊落嘅小偏廳，就會進入休息區。全屋嘅規劃係4房4套嘅設計，每一間房間嘅空間感都相當充裕。而全部嘅房間咧都可以享有好開揚嘅翠綠山景，環境非常之寧靜舒適。發展商咧就將其中一間房間打造成書房，無論喺度處理公務或者睇下書靜思下都非常舒適。最後我哋參觀埋主人套房嘅位置，空間極為寬敞，配置亦都好完善，由睡眠區去到衣物收納嘅位置，再去到主人房嘅浴室，都完美體現到低調而且細緻嘅奢華感。設計用料亦都非常講究，線條簡潔利落，營造出一種沉穩而高雅嘅生活氛圍，真正做到舒適同埋品味嘅並重。整體嚟講咧，成個單位無論喺空間比例啦、設計嘅細節，定係用料嘅質感，都充分展現出低調奢華嘅生活格調。買大平層單位最怕咧就係裝修麻煩，而呢個單位咧已經全部幫你準備好晒。有興趣想了解多啲，快啲聯絡我，幫你安排嚟現場感受一下。